教我、每个人都想说台风没有来啊，台东没有雨呀、结果我们这里的灾情超严重的。焚风，河南的焚风，当然还有强度，强度有多少？都有7个小时的焚风就对了。你嘛，连生命保庇都无效啊！有咩帮出来？有咩快情况啊？连生命保庇就无效，哎，天元宫啊！希望不大了，我们也是想说做了没关系啦，我们就做着来，做多少算多少了。现在已经碰到了，没办法了。系啊，他3年整理好，风台就来；3年整理好，风台就来。所以讲，每次台风没有到啊，回南脱光光。所以讲那个千元法子没抹好啊，抹好啊。你这个东西可以换吗？不能换啊，你不捡啊？可怜啊！拉一下。不捡也不是哦。对啊，那捡的就说到时候来看的时候都很干净的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其实那都已经灾后重整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等一下我接电话一下。真的，对啊，很严重啊！他们家倒，那真的比肉狗还严重哎！再拜托你好不好？啊，还是感谢你这么关心啊！我来了，我没有到想倒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弟的错了。没想到他不列入，我们台东不列入灾区就对了。台风这么严重，没想到。我们说减4家，这一次真的是减4家，地上减4家，就减好了，还要滚来一点才减到它。提早出了，现在是丰收了，丰是台风的丰，丰收。以前我讲过一句话嘛，反正台风没有来就是我们的嘛，台风只要一来就是天的，老天的，就丰收了，同样是丰收了。靠天吃饭就是这样，咔。幾按用嘅，幾按用嘅，將你按你都冇嘅，那你記都冇使講嘅，冇使講嘅，冇得講啦。老爸，你看，你過來，都不要吃的。好，我丢。老爸，这2个可以吗？切，那么大颗的。190有没有？190乘以60的话，6166954，110块1斤，1斤110块。上个月的时候，来大多太條都冇嘅，放起來都冇嘅。像你们如果说在台北租房子的话，你们1个月6万，拼价薪收，除非说你们这里有房子啦，要不然总收益年底结算你们都输我们。只要我们不要被台风打掉的话，是不是种呀？掠，拾起来，这鬼哪呀？这鬼哪呀？这鬼鸡哪呀？兄弟啊，你啊，你識得你啊，有咩識得你啊？你冇識空空啊，你都冇人嚟識。啊，係冇好，你看，公園一回事。很甜，很香。这个是软的啊，叫你吃，真的不骗你，我的释迦很好吃的，我的释迦真的很甜。你吃2口嘛，拜托。照一下无所谓，真的很甜呐、真的很甜呐、吃看看。
应援就会比应援好啦，因为跟彩跳咩，细跳跟人去咱跳咩，啊落台彩跳的都固定的咩，哦，啊你啊细跳又起来，应援就比应援较好啊，啊你也袂要打落去的，你就腿部差不多就会冲3年前冲拢的啊。江南贵体哦，现在枫桥，当然今天民众都上来桥上看灾情。就是四家园跟槟榔园，然后夜景全部都变河。山脚下就开始淹水了，山脚下对面的山脚下就已经淹水了，所有的田都已经被淹没了，所有的田都淹在水里。对，我明明桥一直在摇，要不要推我一下？这座桥一直在摇，要不要后推一点拍一点的？你看。本来料理差不多料理啊，原来还太大了，所以大料理。以前不知道过年还有8笋，也没有去考虑那么多，唔会想到很多。如果做好，你唔要先贵点买做好。原来全部整熟做火把。那全部啊！我刚好像整理好，快速发出52万。我整理好，中国第3名，他随时留的。还用个12年，差不多都在数8万有了。今年对了就冇做，因為係咪識係咪賺？當獎啊！今年識個當獎，特首攏講自己當獎，做太水嘅。協調啊。OK。哦，好做1年，永遠都冇想過嘅。當然咩嗨來嗨去，啊唔知做乜解啊，模體又做啊，規片都流江江搭沙路的，規裝嘅有咩用咯？大家也沒用到嗨來嗨去，唔知做乜解。其實可能人講嘅做10萬牛燈啊，一燈萬過一燈，本來做這樣嘅。已經過一年，變成現在麻麻逼逼。
迷迷糊糊。分低分低分厚呀，加饭嘞。太人教，过来这就较大啦。这差不多。你安尼嘛鸡较歹加呢。这多了个条纹呢，啊，多了个条纹呐。推哪个叫有？哦，歹势，伊搁安尼，但是伊也足可怜哦。正年呢，你遐讲好你对，正年呢，你讲好袂歹嘞。我系嘛安尼啊？我讲实在了啊。啊，你讲对伊较严重？无，伊好似迄个，嘿啊，伊会较严重。我毋知伊倒安尼，阿煞咧讲，我搁无看。这了我嘛是过来过来，代志搁大条了。明年就搁足条呀，明年。我明年，等下明年。啊，之前头一摆入面迄个贴好我讲，过礼拜下课，再联络。干等条啊！你莫改名嘞，你搁叫伊单价。是啊。张，再救几张算几张。所以我这一块到，这次进来第二次，台风过后第二次，不想进来啊。看得伤心。木头啊，你做的木头。有些半成品来做一半的，丢在这边了。30岁了，从台北回来。对。穷200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
就窝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啊，就窝在这边，不晓得干什么。做木头啦，做灯具啊。做没多久，大概我父亲吧，我父亲身体不好，开始在接他的事情做啊。我要是有作为的话，有那个能力的话，我回来干什么？谁愿意啊？他一辈子在做农，他不希望他的小孩去继续务农，他就是要你离开这个农业啊，农业最辛苦的行业。我没办法去，等于说是再去闯什么的。那刚好这个东西又现成的，以前我父亲留给我说留一部分，好，可以让我吃饭，可以养家活口，我就慢慢做嘛。这边的气候环境，这边台风多，天然灾害多嘛，所以延伸出一套另外就是适应这个地方的这种生活模式。苦哈哈3个字啦，做农的不会说不可能一夜致富嘛，总是大家慢慢来，今年赚一点，存一点，赚一点，存一点。慢慢的，小孩子拉把大了，3餐图个温饱，应该 OK 吧？这样沾下去有没有花粉？是不是沾在里面去的？这样。它有生命，它有动，它会动。这个，这边是花粉，这个是花粉，这个，它这个花粉里面看，这个会发粉，这个你看这个发粉，它就要是个粉去受，然后就连住，然后它就开做粉。现在因为蜜蜂很少，它没有办法去爬，所以它授果率这么都会外国，还有能够授粉的就比较正果。
卖相就比较好。要有适应能力最重要，不然谁要做这么辛苦的工作？真的啊！你看我们现在花做完毕，到现在还没吃饭，可以吃个饭、洗个澡，9点了啦。想好一点的话，很充实好不好？是不是？9点你说不睡觉吗？不行，一睡了，明天早上5点又起床，又要开始做花了，又农忙了。对，台风一来，什么又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才是空气，对不对？过得很充实。OK， 我明天见。看看我水果方面。呀。好山好水，好逍遥，不是好无聊，是好逍遥。我上嚟咯，差唔多嘅，長灘嚟啊，分定以下之類。它的渔业很丰富，因为黑潮，它从日本一直延伸到我们这个地方，哦，还有它的温度，它几乎没有霜害这个问题。它的农作成长就是说，它会比别的地方生长的稍微快一点。对于一般农作物的生长环境，比别的地方都适合。没有一块地哦，像说黑潮有经过陆地那么近。就台湾，台马里、湘南。这样有吗？嗯。香兰松为什么是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为什么会好？黑草有生过，好在哪里？因为黑草有经过。好在那里日光族啊，暖流有。为什么日光为什么会足？为什么自生自香在台马里？就是因为早上日光晒得多，日夜温差高，相差，东西就是好吃。所以日生之香会在台马里，就是这样子原因，你懂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懂。对，那就是因为地理环境所产生的，我们的要珍惜这块宝地。自生自灭，不要自生自灭。为什么叫自生自灭？每台风一次，我们台东就独立一次，独立，一天到晚独立，因为交通中断嘛，88风灾将近4年了，对不对？打击了士气，可是我们的复健工作能力也是很强啊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影响到生活品质啊，又喝这么好的酒，又吃这么新鲜的鱼，对不对？还有每次喝酒都有美女在旁边坐台，又可以省一些钱。台风每次来，每个都抓了蛋。有一年就是大风台来，大扫登去，花拢登去，迄阵加超1个月，那对登去的所在拢一直开花，
到尾啊，因发现讲袂对啊，家来讲会开花啊，一年变2收3收，就安尼啦。迄嘛是风台关系啊，造迄个机会啊。世家产业局在当也是造就不少人呐、养活不少人呐、这家较出较好啊，说较好赚钱。家里面不是套袋，不是嘛盖啊，也马某做法，没有人工授粉，通通没有，这个都后面搞出来的。加工是无加钱就掏给了。这种的品种都缺点是那样的，会比授粉几率低，而且东北白。咱农民全部管理技术全部克服这种的问题的，像有点天坡啦、套袋啦、这防风尾，管理技术全部已经克服它的缺点了。所以讲这种的东西，农民动力会，他会想尽办法去克服它的问题。我很讨厌喷药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很讨厌喷药。我总是自己的地啊，自己的果园，自己要去做啊，要做到后面，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要机械化。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在想，该有冇钱，唔敢买。到最后想一想，个喷灌设施有补助啊，我为什么不申请？就马上去申请啊！跟莫达葵啊，一定整园地都在喷了。从那时候就慢慢改，改到现在呢，更懒，电动的，一按就好了，不要马达这样去打了，那个铁牛头那种的，不要了，现在都用电动的，一按 ，OK， 越来越懒。我较惊死，好像路面气挂咧，较透冻。
定时器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它就是说，你看，跳亮开始，那边山上也是啊。释迦来讲的话，它过了农民历的白露以后，它基本上它已经不开花，因为那时候日照短，温度低，它不开花。那我点灯的原理就是取代日照，骗它苏醒，让它不用进入那个休眠期，让它继续成长。我让它继续成长，就是说让它开花，让它结果。算了。海边，然后山下也是，点的范围还蛮宽的啦。你看嘛，条条呢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、五粒、六粒，拢白条大呢。啊，起价咯，足水的，真漂亮啊！这才办啊？这个会使办啊？去沙大埔那，去沙大埔那边强去开红帮的啦。农作物的家私真好。农民呢，事情就要较高咩，切的都较上会调咩。当然，也就顺路的嗰种的深度跟管度，下都要加强。那种的本切的调的种的次数，都无轻高轻大，差不多都1年都1摆2摆，听听。我们最好的资源在山在海，在都对这一个区块，不管农作物或者人的居住环境也好，很有利。可是我们的地理环境有受到破坏，为什么破坏？因为我们有军用设施在那边。上次那个莲花世界那个里面给它投，里面给它那个。有了。员工，我们这21根了，这21架，然后卡列列开着，三轮车开着，牛车开着，小货车开着，在那里游街，大靶场逛一圈，在路口逛一圈。已经这么烂了，还可以吸我？因为我没有真正的飞弹呐、真的飞弹我就把它打下来了，所以我做假的啊。
做假的，然后那种泄恨的心理啊。以假乱真，招摇撞骗。哗众取宠，有吗？没有。达到抗争的目的，聚集人气。什么？谢谢。香兰要热火，包场要牵走。香兰要热火，包场要牵走。再一季是滚蛋。包场滚蛋！网络上就有我们在乡公所抗议的那个影片呢。人家不看了。噪音在，健康害，包场在，此出来。那你为什么在讲还笑得那么快乐？对。你要哭的感觉。噪音在，健康害，包场在，此出来。恨。那个也不要敢飞，都飞很低。敢喊他吵，所以对人的心情也好，地方的环境也好，尽量让向前台。所以讲，后生人啊，莫对那边哦。所以讲，你种村啊，都会没落，伊看到就唔攀得，都心痛啊。谁敢抗议？这严肃点。被抓去枪毙你！好多人哦。会抓。叫跟看的哦。很水哈，你看迄个，会抓爱抓都看我。就是这样列给你看，笑给你看，开口笑。哈哈哈。不采的话，它就满地。小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吗？
什么257、258，满地开花21，那块就是满地开花了。满天的，那就满修，就全部都满好了。所以我们就特别说哈，因为冬天到了哈，那刚刚有听农民讲哦，很无奈的啦哈，我听了是心里面哦也觉得有点难过了哈。我讲种雪茄哈，那无鼻哈，那无鼻哈都不正常了哈。那我想今天哈，我们那个卢芬厂长一定会打破这样的迷思，好，要教各位哈怎么样哈来防范这个低温哈，然后那个生蚝哈裂果的问题。这一个黄黄黄的，跟这一个胶套塑胶袋的2个都可以降低。因为你裂很多，就表示优良的很少，优良的很少，市场就比较少，市场比较少，供应需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需求大于供应就涨价。所以一个 L 型之后，然后我们这边还会围一个，就是差不多20米左右，我们还会围一个。所以讲就要有裂果，怎样会裂，怎样袂裂，袂裂啊，趁钱裂果了钱，你要靠功夫啊，安尼知哦。所以裂越多越好。12月即下要11月底，这唔是先我买啊，这天气的，你天的问题，你要买。越多越好，你敢买这个？我嘛是会裂啊，伊就无爱裂，我哪有法度啊？我也袂总会这样讲啊。你红龙果，你若普通，你若讲安尼，比如说固定20工才来加伊的品质，对不对？你这边怎办哈？这加都加尔，加起来就安尼。哦，加一个切口。这条顶应该加几条皮啊？对啊，这条就加几条皮。这很大，对，很漂亮。好。其他细啊，其他树叶啊，伊也袂讲总是其他按度光，安尼，就最起码都讲安尼，做两个人啊，就讲做个水果无讲单日牛2风3风安尼输啊，安尼感觉讲又心肝都较安心啦。比如做些其他的风采100来都无诶，一般底下种红龙果来讲，其余加减人去补贴安尼。反正评估过了以后，我们觉得可行，那我们再来做。做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一次，我就是说要多少的量，或者是说多大的地要去做，我按都要挣钱的。我们想说尝试看看，总是要是试嘛，会场不是一条路啊。你是我的全部。不是这样，那就等于没有吃到力了，你还再挖一点，那力吃到很厚了。啊，在那里补丢过来就可以了啦。哎呀！OK，有没有震？还没有震啊，那再过一点，再推了，先推1、2、3。
1、2，1、2，好，踩下去，强哦，黄公真的厉害哦，黄公。没有什么专长啊。我们没有什么专长啊，就是用嘴巴刷到嘴皮子。只是适应环境跟刻苦耐劳而已啦，没有专长。熟透了，然后剥开了，可以现吃了。风灾，你都必须要盖高承受的。打胜的就是赢的，如果没有来的话，你都赚到了。待久了就会习惯了，就会适应，就无奈中的适应。你生活在这里啦，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，要不然你要离开这边嘛，可以吗？台东真的就是说，你会感觉到这种环境，现在我们这边也没有污染，空气好了哈。就是做农啊，做农人本来就比较乐天派嘛，反正就看天吃饭嘛。今天有个好天气我来做嘛，夏天我可以休息啊，只要下雨天就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做爱做的事，对不对？想做就赶快去做，台东就是这样子好处。啊，你要做就有饭吃。